花莲的风雨未息咯，台铁公司嘛宣布讲，今仔暗时6点之前，台东到花莲，佮南回线新庄营到台东哦，全部列车是拢停驶。花莲县政府嘛指出讲，玉里的车跨山到竹林山封路，明里大桥临时通行的便道嘛暂时先封起来。花64线水港公路嘛封路来管制，部分所在民众哦嘛拢已经先预防性的撤离。 火车头这时开始出现旅客，大家赶行李要坐车，就惊风台来侵扰。原地列车的车帮常常有变数，过去改车票提前坐车。改车票因为怕台风，因为我们是从寿丰的那边没有开进来，后来我们是到要来这里上车到台北。 车头打公告，中昼12点进前，花东线、南回线停驶。对东台湾要转去北部，敢来当伫花莲站坐车，若铁路高度改变，伫中调管制站要临着进驻，来注意苏花公路落风。今天清晨开始大概就有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但是降雨量都还不大啦，目前都还是正常的一个通行。 由于风台真惊人，花东下城受冲击，包含玉里、赤科山到竹南山、花莲市县水港公路等等的路段，花莲县拢做封路管制，对部分中头居民继续实施预防性的撤离。 随着杨柳台风靠近，花莲已有明显风雨，而且持续增强。不过，帮忙所在的光复乡大马村在内，昨天已经被预防撤离600多位村民。不过，今天回到现场，还是有部分居民返家，甚至有人不愿意离开。今麦还好对啦，比家我会爬去你那顶啦。对，压抑啊，才不会被风吹。快点弄一弄，说好就去了。 虽然马大安溪水位还未到警戒的范围，但是顶游的积水湖游玩爱注意。官府提前疏开下游中头的民众，搁再向南行，伫土石流尖细区的倒溪乡也启动撤离的作业。去年的抗瑞就是造成土石流塌方，然后虽然人员都平安，只是现在列入我们的大规模潜在区。 除了倒溪轮山村，其他拢防预防性的撤离，超过有800多人。军方也派出军用卡车协助，面对用柳的来袭，相关单位谨慎应对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